顾总，这是今年各部门的财务报表。好，放这儿吧。啊，这里面有几个地方需要说明一下，我得给您说一下，可能需要点时间。您看，不用了，放这儿吧。哎，等等。这个也是您亲我字的。好，好，明白了。哎，顾总还有？不用了，有问题我会找你的。你先出去吧。好的，顾总再见。吃饭呢？怎么了？奶奶，我今天不太饿，可能上班有点累，我想先上去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好好好，去歇会儿吧。奶奶您慢吃啊。哎，好。真不吃了？哎，我怎么看着锦溪好像有些不开心的样子？你是不是又惹她了？哪能啊？我怎么能惹他呀？锦溪可是个好孩子啊，你可不能欺负她。哎，奶奶，我知道，现在他有您罩着，我哪敢惹他呀？那你还让她做清洁工啊？赶紧给她换点好点的工作吧，要不然人知道了，那咱们顾家多没面子啊！我知道了，回头我就安排。来，吃个鸡腿。好。最近挺累的吧？要实在受不了的话，我提升你做我身边的助理吧。顾少爷身边的助理已经不少了，不是刚刚也提起来一个南宫琉璃吗？哪还有我的位置？你跟他们不一样，只要你想，位置永远有。我才不去，看见那个南宫琉璃就不高兴，伪白脸。哎，你可别乱说啊！这个南宫琉璃啊，工作挺认真的，而且能力也很强。顾西城，你是不是忘记你答应过我要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了？我先声明啊，我跟他之间只有上下级的关系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停车！干嘛呀？还有一段才到呢。要是让他们看见我跟你在一起，就真解释不清了。你还是让我过几天孝内日子吧。你再不停车，我就跳下去。哎，好，停。一会儿见。常副总，你来啦！常副总，南宫，听说你升助理了，祝贺！谢谢。我那天也是一时冲动，还以为在公司待不了多久呢，没想到结果，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以后还要常副总多关照呢。好好工作，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。啊，麻烦了把这份文件交给顾总。好的。
是苏小姐吗？你是？什么也甭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是一位姓贺的小姐让我交给你的。喂，苏妍希，你收到我让人给你的东西了吗？收到了。可是，你给我这个东西干什么？我找人查了南宫琉璃，结果意外的收获。你把那份资料给顾西城，顾西城自然会原谅你。就给顾西城啊？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要你干嘛就干嘛。傅博雅，老虎克兰，你妈这是谁？那他叫什么名字？傅博雅，走，踢球去。进来。顾总，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受政策影响，资金无法回笼。我根据市场反应，做了一个方案。您看一下。个的全都想缠着他不放。进来。顾总，这段时间谢谢您的照顾和帮助。明天是我生日，我邀请了同事们一起参加我的生日聚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？哦，
南宫琉璃，什么事儿啊？顾西城现在已经是有妇之夫了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你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感情，有点道德好不好？破坏别人感情？破坏谁的感情啊？啊，你们俩呀？你们俩有感情吗？贺锦熙，你心里最明白你是怎么得到今天的位置，还不就是因为你跟那条狗是一伙的呀？哎，你回家是不是天天把那条狗供起来呀？你说话注意点，你这么做不会好结果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会不会后悔？你说的可不算。只要顾西城愿意，你贺锦熙又算什么呀？顾西城。